者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有一份疼对天顶来，迄是上帝的疼，伊的疼比山较悬，比海较深。咱想袂到，看袂到，咱想袂到，摸袂到，却是伫你甲伫我的身上，咱会当看到这份疼。咱做伙来唱这首《活出爱》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因为有上帝疼，咱是有福的人。因为咱领受上帝疼，咱会当互身边的人看见，伫咱的身上看见上帝的疼。阿门。我会记得伫个我较早就是搬新家做新家庭礼拜的时阵，牧师的祈祷拢会甲阮祝福讲，希望阮伫个即个所在徛起的时阵，阮会当诚做厝边隔壁的祝福。迄个时阵我无啥了解，渐渐伫个教会、伫个读经、伫唱啊即首歌，我就发现讲啊，真正是俄罗主。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领受到伊的疼，上帝嘛互咱会当活出即个活命，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，会当成做人的祝福，真正是一个足幸福的人。望咱每一个人拢会当领受即份对天顶来上帝的疼，甲即个疼成做别人的祝福。咱搁一届来唱《活出爱》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
向着我照亮，我的心不再隐藏，完全的摆上，愿主爱来浇灌我，在爱中的自由释放。我愿意降服，我愿意降服，在你爱的怀抱中，我愿意降服。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主，永远在你怀抱中。你是我，你是我的主。世界上的光芒，温柔又慈祥，带着主爱的力量，向着我照亮。我的心不再隐藏，完全的摆上，愿主爱来浇灌我，在爱中的自由释放。我愿意降服，我愿意降服，在你爱的怀抱中，我愿意降服。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主，永远在你怀抱中。你是我，你是我的主。在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然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了。求主的爱来浇灌我们，光照我们，使我能够放下心中的偶像，并且差遣圣灵来改变我，释放我。因为愿意降服，就能享福。让我们再一次来吟唱这一首《爱我愿意》。十字架上的光芒，温柔又慈祥，带着主爱的力量，
福。让平安
才是无平安。咱拢爱倚靠主，行过这个无平安的时代，所以咱伫个真艰苦、拄着艰难的时阵，咱的心更加爱安静，期待主、盼望主，互咱有盼望，互咱得到安静，互咱得到平安。刷了，咱过来念，安静让我平安入我心。安静，让平安入我心，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。风浪让我灵感坚定，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。我不害怕，我仍然要敬拜，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，充满盼望，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印记。接落来，咱来吟最后的一首的诗歌，上帝在照顾你，请咱用祈祷安静的心来吟这首诗歌。你的心，你的心，你的灵，你的心听无奈拢互上帝，互伊来依庇你，不管雨，不管雨，伊的稳定甲祝福，一生一世我咱享用。你思念，你怨叹，你辛苦，破碎的心酸，伊拢了解。上帝疼惜你，不免惊，莫停止，你的祈祷伊在听，盼望你一世人可以。上帝在照顾你，哪讲在讲，哪里错路？上帝在照顾你，上帝在照顾你，上帝在照顾你，哪讲在讲，哪里错路？上帝在照顾你，上帝在照顾你。上帝在照顾你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的日常生活，敢毋是每一天拢有受主的照顾？无论咱拄着什么款的代志，咱拢爱仰望主，毋通感觉讲为什么我的祈祷主敢若拢无听见？但是我相信主有一天一定会应允你，一定会听见咱的祈祷。咱最后搁来吟一摆，上帝在照顾你。你的心，你的心，你的灵，你的心听无奈拢互上帝，互伊来依庇你，不管雨，不管
这时，请咱准备心来敬拜，请奏乐。我因为錫安的緣故，的確無靜靜；因為耶路撒冷的緣故，的確無歇困。直到伊的公義親像光咧發出，伊的拯救親像燈得到。列國要看你的公義，列王要看你的榮光，你要得到稱呼新的名，就是耶和華親嘴所稱呼的。你要佇耶和華的手中做水的王帽。伫你的上帝手掌做冕旒。世间情人拢着点睛，虔诚徛伫你面前，无伫看如世间俗事。大项阮的你相思，上帝降临伊的圣殿，咱着敬拜心敬虔。这是咱三个来吟诗学了咱的上帝，圣诗209首。圣诗209首，安息主日第一号，心神靠主免烦恼，清早困起求天父，大恩小事普天下，祈求圣神大降临，帮赞兄弟传福音，上帝对得就幸福，欢会信主入天国，请起立吟全首。心肝叫你免做。
这是咱三角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。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下者请坐。这是咱三角来启应。启应文24篇，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119篇。所行完全，遵趁耶和华的律法的，遵守伊干净的话，专心找伊的。少年人着用什么来称起伊的所行？我专心找你，求你毋通互我迷路，离开你的诫命。求你开我的目睭，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扬。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，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，无看虚假。你的话将我救我。我有受苦，是做我的利益。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，我疼惜你的律法到怎样啊？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，你的话一个开拆就发出光。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。这是咱继续来吟圣诗，圣诗490首。对主的人有幸福，若准忧伤真快乐。逐时刻学乐吟诗，满心平安真得意。活得快乐，对主的人快乐。主的快乐无通比，心地跳跳大欢喜，心条主毋通放离，就得快乐，永远通得主快乐。请坐咧吟全首。对主的人有幸福。准忧伤真快乐，逐时刻学乐吟诗，满心平安真得意。活得快乐，对主的人快乐，主的快乐无通比，心地跳跳大欢喜，轻调主。帮你就得快乐，永远通得主快乐。地主的人有幸福，脚也可通得快乐。得主福音入我心，嘴无禁地开声音，活得快乐，对主的人快乐，主的快乐无通比，心地跳跳大欢喜，轻调主毋通放你，就得快乐，永远通得主快乐。
帮你就得快乐，永远通得主快乐。阿门。这时，请三个额头来祈祷。列邦敬畏、万米尊重的主宰耶和华，阮搁一届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，感谢你赏赐阮到家的福气，互阮的生活稳当，会使伫主日放落俗事来就近你。嘛感谢你赏赐台湾超过阮想象的稳定，互疫情得到控制，无搁进一步的扩散。即马疫苗开始制造生产，求上帝互疫苗的效力显明，医治世界各国各族。今仔日是主日，对台湾人来讲，嘛是需要警醒的日。阮知真侪228的加害者，也是受难者已经过往，阮嘛无一定是加害者，也受难者的家属，所以阮必须爱承认。阮真歹感受到无辜失去家属的羞愤，也是行向追究责任的惊吓。阮嘛无资格简单几句话，就叫人放落羞愤甲惊吓，独独求主医治因为事件受苦的人。面对情人的经历，因无搁悲痛，嘛免感觉见笑。情人的错误。无法度改变，错误嘛袂因为稳重来消失。虽然阮的情人受到错误的束缚，但是求主赐阮智慧，坦然面对历史的罪恶，互阮回顾这段历史，毋是互相责备，毋是互相要求来袂记咧过去，是互相怜悯情人所受的苦难甲惊吓。互相追求历史的公义，嘛要彼此相疼，嘛搁较疼阮的国家。上帝啊，阮拢是卑微软弱的人，阮拢真学得去改变残害身躯、甲苦毒心灵的事，所以阮更加需要亲近你。阮要来到你的面前，倚靠你，尊叹你的话语。互阮得到刚强，求你的圣神降临会中，充满阮，甲阮同行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免。上帝有歌，就是拄起世间。赞美，咱请献歌队。
这是咱三教来恭守上帝的话。首先，咱来看一位圣经，记载伫旧约诗篇34篇11节到16节。诗篇34篇11节：细囝，恁着来听我，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教示恁。啥物人爱活命，心目血寿，要得到福气，就着敬你的旨，无讲歹话；你的喙着允无讲奸诈的话，着离开歹行好，找和平来对入伊。耶和华的目睭看义人，伊的耳孔听因的祈祷。耶和华的面向惊歹的人，要对世间除灭因的名字。咱再来看一位圣经，记载伫新约圣经彼得前书3章8节到12节。彼得前书3章第8节，到底大家着同心，三体贴，三疼亲像兄弟，怜悯谦卑，无用歹报歹，也是裸骂报裸骂。反转着祝福，因为恁受召，是要互恁承接祝福。因为人若爱要惜活命，搁见着福气的日，就着禁止喙之无歹，喙唇无讲诡计，着离开歹来行好，找和平来对入伊。因为主的目睭看义人，伊的耳孔听因的祈祷。若是主的面检察行歹的人。以上，正道题目是神禁止的奥秘甲恩宠，请郑牧师。亲爱的大家平安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做伙伫教会来做礼拜，阮中间有人心内艰苦，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陪伴因，将平安放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。主愿阮伫你的面前，毋是干那听到讲道的声音，阮嘛会当听到上帝你的声伫阮心内咧甲阮讲话。主，愿你的圣神运行伫会中，互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听到上帝你鼓励、安慰、扶持、教示的话，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来到阮的生命中间，成做阮的帮助。愿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伫我生日的时，迄日我印象足深，就是伫灵修中间读到一个牧师，叫做迈尔牧师，伊写一篇短短的灵修的文章，放伫荒漠甘泉。瞬间也未读了进前，第一个荒漠甘泉拢会将圣经节放伫头前，然后伊会将圣经节特别重要的字写出来，剩的就该隐藏，该 delete， 英语讲该删除。迄个当时的经文第一节安尼讲，圣神禁止。我还未读这个牧师的分享的时，我心内有一个真无好的想法，就是讲谁鸟你啊？因为我活伫这个时代，多数兄弟姊妹拢无爱人讲禁止的话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我想讲，上帝啊，这个话，这个道理，起码世间人敢会听会落。后来我搁家读好了的时，我才发现讲，这个牧师咧讲起一个奥妙，就是上帝，伊伫咱的脑海的内底，一种的念头一闪而过，将迄个话放伫咱的心内。比如讲，你若看到你的囡仔挖去灶骹，伫个高速路头前直直挖去，你的囡仔倒咧学行路，你火咧倒的时阵，你会一念之间，你会讲啊，惨啊！这囡仔会危险，对无？
因为咱的脑的内底有真侪经验的记忆，伫咱的生命的中间有真侪上帝通过迄个记忆，伊伫瞬间咧甲咱讲话。伊讲我所听的囝儿毋通安尼做，禁止是祝福，禁止是保护，禁止就是一种的训练，互一个人成做一个有智慧、有特殊、有平安。今仔这时代，多数的人无爱禁止这个字。这种的广告对今仔的人来讲是一种已经退流行、无下时代。因为这个时代主张就是，大家人拢伫咧偷放，伊做伊爱做的代志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当一个人若完全自由、无紧无气的时，有一句成语叫做“恣意妄为”，自意对随意，照你家己的意思去做，买当用咱的广告的这个话讲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但是兄弟姊妹，上帝听咱，伊才会留这的话，甲咱讲，通毋通，好毋好，对毋对？愿天父上帝对所听兄弟姊妹，恁的人生讲祝福的话，因为多数人拢爱听祝福的话，但是我嘛要提醒咱，上帝祝福的话常常毋是负面的。伊是用一个假释、一个律例、一个要求。求天父上帝伫咱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兄弟姊妹，咱毋能够做一个懵懂、随意、自意妄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知影什么是上帝对咱讲的话。这个牧师伫伊所写的这个短短灵书，我真爱看荒漠甘泉，因为荒漠甘泉拢是当时，这本册是已经足老的册，灵修的册，但是这本册作者拢是当代20世纪中下尾期，这个伫欧洲、美国上界有写作的文书，灵修嘛足深沉的牧师，因会当用足少的100-200字，就将一个经文帮助一个人一日。伫生活的中间得到心内的把助，这对我青年到今仔日，我真爱。逐日的灵修中间，拢会看一篇《荒漠甘泉》。这个牧师讲，伊后来读到这个上帝禁止保罗，佮回头倒来耶路撒冷，倒来中东这个地区传福音，反倒当上帝甲伊开一个门，就是看到迄个一个异象，上帝爱伊去马其顿，就是往欧洲，所以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。上帝禁止伊回头，上帝带伊向前。这种的故事就互人类，特别教会历史全然无共款。伊咧讲起，当伊互这个禁止这两字掠掉的时，伊开始去想讲。那安尼伫圣经中间有甚物种的所在，甚物种的言语，咧讲起圣神的带领、圣神的感动，伊才发现，其实伫圣经中间所讲的圣神，伊的感动，常常拢是禁止的。亲像囡仔，伊还佫毋捌认真世事的是爸爸，特别是妈妈，若要食饭之前，会甲伊讲，毋好佫食糖啊，因为你等下会食袂落，有无？禁止拢是出于一个好，嘛是一个养成，一个生活应该有的态度甲规矩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拍开你的心，谦卑接受上帝甲你讲 ，no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听到上帝伫黑暗的世代讲迄种禁止的话，讲迄种宽免的话，讲迄个警告的话。我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甲上帝讲，上帝我知，我要警醒伫我的生命中间。所以禁止毋是咒诅，禁止嘛毋是损失，禁止反倒当是一个好的帮助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对耶利米书，耶利米书内底有讲到一个真特别的
以色列人也是讲，当古早的教会所拄着伫信仰上中间的困难。我选3节的圣经来表明耶利米这个先知，伊整个耶利米书中间真要紧的悔改信息、禁止甲宽免。当时的以色列人照着耶利米先知安尼讲，伊讲：阮的以色列的同胞兄弟姊妹，喜爱忘形，恣意妄为，随意照家己的心意，亲像无主人的羊仔囝，四界流浪。这个忘形，这个原文，伊的意思就是逐所在漂流，亲像墙头草，风吹这边，伊就变这边；风吹这边，伊就倒这边。随意妄行的意思就是安尼。一个人无一个原则，一个人无伊的价值观念，一个人无伊一生绝对的主张，这种的人真麻烦，因为浊世今非，浊非今世，咱毋知咱家己到底咧生活什么。耶利米先知讲，上帝无介意这种，上帝爱人一生有一条路，对少年到年老，拢袂外错。所以主讲，恁着教恁的囡仔，互因一捌好歹，因就要遵守，直到因年老。因为一条路是直的路，头一个开始是无自由，但是这条路变哪行哪开阔，哪行哪自由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这段圣经中间，特别注意这句话。我读到这句话了后，伫圣经中间，今仔日所引用的2段圣经，拢有共款这句字，伊讲上帝变面。但是因为今仔日咱互思维所读的圣经是白话字的圣经，伊并无变面这2字。但是恁对了，恁将今仔日的圣经，恁重新摕好本的圣经，你甲读，恁对照。白话字的圣经讲上帝的面恩因，但是好本的圣经讲上帝恩歹人变面。哎，上帝较脾气较歹，会讲变面。原文的圣经这个字足歹解说，因为原文的圣经无讲上帝甲人变面，但是迄个意思就是讲上帝将伊的面显明互人看。普通时人无容易看袂到的上帝，一旦上帝将伊的面恩人的时，迄代志大条。那用较无适当的话讲，神给他脸色看。但是伊是一个真严肃的话，上帝将伊的面恩伊的囝儿的时，有的囡仔真够看目色，妈妈目睭一交咧，迄个囡仔就安那。亲像咧壁虎，去用钉伫壁顶悬，连叮当都袂叮当。上帝对咱用伊的面，伊对尊重伊的人，伊讲伊用伊的面的光来看伊。但是上帝对遐个失败败落的囡仔，上帝用严肃的面来看因。耶利米讲：恁爱细字，因为当上帝，毋通惹上帝生气。上帝若生气的时，倒火，无人会当消灭伊的生气。啊，这我毋是要甲你恐吓，毋是。我爱恁拢感受讲，我的天父上帝是一个充满怜悯，随便我伫伊的面前塞奶无紧无气。我爱恁享受上帝这种的慈爱，但是我爱提醒恁，爱敬畏上帝。毋通将上帝的恩典滥散，将伊的恩典当作随便。兄弟姊妹，愿咱做伙来享受，这个引带咱伫生命中间享受生命活命的这个上帝，互咱照伊的教示，照伊的真光，互咱一生真正活伫一个正式、一条正确的道路顶端。所以最后耶利米讲伫这个所在。伊讲：我的同胞，我的兄弟姊妹，因为上帝的话记载伫摩西五经，记载伫旧约圣经，记载伫圣经内底所有的话，
拢是这个看袂到的上帝通过我的前人前辈，甚至留落来伊的话。伊讲我的上帝的话，但是阮的家族、阮的教会，圣经讲误用上帝的话，误用这个字伫圣经的原文意思就是推翻啦。兄弟姊妹，咱敢有常常咧谣疑圣经安尼讲，敢有合理？咱敢捌谣疑过讲上帝你安尼讲，敢有逻辑？上帝你安尼讲，敢好？咱做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，其实咱常常咧谣疑上帝的话，甚至推翻上帝的话。但是上帝永远尊重咱，因为咱的上帝伊的心意，伊将一个真绝对的做决定的权柄，互伊的囝，就是咱。上帝无爱咱做机器人，上帝将一种的思考、判断的能力。伫创造咱的时，伊就放伫咱的心内。最近我读一本册咧，讲起人的大脑思考跟反应对环境的代志。伊讲伫咱的头脑内底有一个足细粒的叫做杏仁核，就亲像咱咧讲食杏仁果，坚果，伫咱的脑上中的所在。你看到你目睭看到所有，这经验就要到伫你的头脑的心内时。这个杏仁果开始分析，然后就发出指令。伫咱的头前叫做前额叶，我毋是咧甲你上生物课啦，因为这我嘛是拢拄学来。我是一个对生物学足无熟的一个人。我是理工科的大汉的囡仔。伊讲，伊就散播出来真侪资讯，你就采取思考甲判断。所以兄弟姊妹。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心内，互咱产生决定甲行动。愿天父上帝通过今仔日的圣经，甲恁讲话。兄弟姊妹，每一摆做礼拜的时候，恁倒去了，我要鼓励恁，搁定心安静讲。今仔日我听到牧师解说圣经，伊安怎讲？然后恁搁定心甲圣经看一摆了，恁问家己讲，今仔日圣经。伊安怎对我讲？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对咱大家讲话。今仔日的圣经新约、旧约、诗篇、彼得前书，其实拢是共一段的话。因为彼得伊引用古早伊的前辈，彼得引用1000年前大卫伊所写的诗篇。所以诗篇是伫主耶稣出世进前1000年，但是彼得是伫迄个大卫了后的1000年。所以这段话其实是同一句话，印证讲上帝话经过1000年后，伊会子子孙孙永远要咧听，甚至到今仔日，咱嘛要搁咧听这段话。伊讲：恁甘愿意过幸福的生活？兄弟姊妹，咱拢讲爱啊！咱来找上帝，敢毋是为着要过幸福的人生？是啊，因为伊是咱的帮助啊。所以今日圣经讲，领受上帝的呼召，上帝甲恁带入来教会，上帝甲你带落来这个信仰的大家庭，上帝甲你带入来伊的身边，迄个目的是甚么？伊讲是要互恁承接祝福。这是牧师今仔日讲道的结论。愿所听兄弟姊妹，顺境逆境，拢无失去上帝对咱的听。愿天父上帝将以长阔高深的祝福，是永远袂无去的这种祝福，放伫咱的家中，到代代无尽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这个圣经彼得讲，恁若爱这种的幸福，恁若爱看到幸福的日子。第10节，人若爱，人若要爱疼惜活命，佮见到幸福的日子，恁就要安怎？圣经讲，爱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禁止伊原本的意思，其实就是咧讲起，恁爱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恁爱离恶行善，
离开歹，行一条光明的路。所以听弟兄姊妹，恁愿意吗？恁愿意你的人生这条路是通到幸福的终局，互恁会行行顺顺来享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彼得前书伫这个所在，牧师用好好本，拄则书会所读的，恁无看到变面这两字，因为拄则恁看到的是主恩因监察，主监察遐个歹人，但是监察这个字就是变面。好好本的圣经翻译是照伊的意思翻译，但是白话字的圣经的翻译是照希伯来语原文的字安尼翻译。所以上帝就是咱的天父，伊咧看咱的身躯，伊咧看咱的生活。上帝看顾义人，听咱的祈祷，这是咱今仔日的应允。所以听兄弟姊妹，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将咱的艰难，将咱的需要，更较要紧，将咱的将来来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要将我的将来交托你，主求你带我行恩望的道路。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助咱学3个功课。牧师要甲恁讲3个功课。第一，一开始我甲伊讲起，今仔这个时代是一个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人无爱禁止这个功课，但是禁止是一个真重要的功课。一个人若无常常受禁止、受节制、受操练，一个人就无法度成做一个有规矩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甲上帝祷告：主啊，我将我这个不受约束的情绪，我将我这个不受约束、乱糟糟的这个想法，主，我将我的心、将我的意念，拢交伫你的手中。主，求你甲我安慰，互我乱糟糟的情绪，互我乌白想的这个想法，会当伫主你的安慰的中间，伫你的拥抱的中间，来得到帮助。有一个医生讲，伊若要甲囡仔注射，伊就知影种即个囡仔的家庭是啥种的情形。伊讲，当护士芳射针出来时，囡仔的反应拢会当反映着因的父母咧处理囡仔的情绪的方法。伊讲，迄个囡仔若安尼叽叽叫，我都是约束。伊就知影即个囡仔，伊伫细汉成长的过程，真欠缺伊的妈妈的拥抱，真欠缺伊的爸爸鼓励、温柔甲伊解说，温存伊的情绪，甲伊的老爸理性的话，伫遐互相沟通。伫迄个拥抱的中间，到尾啊，囡仔因为信任甲听，伊愿意接受伊的父母的要求。兄弟姊妹，咱嘛是安尼，咱需要上帝甲咱拥抱，咱需要天使陪伴，咱的情绪，咱的想法。愿咱伫彼此带导的中间，咱拢成熟、健康、平安、喜乐。所以记得，咱来到教会是要学规矩，咱来教会是要认捌上帝所设定。好、歹、对、毋对，因为这个创造万物的上帝，伊伫创造天地时，伊就为着伊所听的人设定一个界限。迄个家庭叫做伊甸园，恁会记无？上帝创造咱的时，伊甲咱肯定是一个安全、和谐的环境。故事就因为安尼来开始。亚当夏娃伫迄个所在无进无去，直到因推翻上帝的话了后，爱丁龙园就关起来，人过一个流汗、流目屎、困苦做工的人生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禁止是一项好代志。牧师特别要甲恁讲，恁若要养成成做一种品格甲主张的人，恁需要先认捌
上帝的话。今仔这个时代真侪恁的同学甲边的人，因袂记得上帝的话，甚至伫全世界上优秀的大学。几年前，哈佛出一本册叫做《耶稣所教的26堂课》，因为哈佛大学因已经70年改变因的教育的内容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恁可能唔知影，欧洲甲美国上一流300年、400年、500年以上的，这上精英的大学，恁可能拢唔知影，这大学其实拢是对神学院开始。哈佛、耶鲁、普林斯顿、牛津、剑桥，这全世界上优秀的一流的学校，都开始拢是对神学院开始。直到即卖，这大学内底边啊，拢还阁有保留神学院。后来哈佛大学伊才发现，因已经忽略推翻耶稣的话70年。所以，这个教授伫今仔日20世纪的开始，伊开一个课，叫做《耶稣所要讲的伦理道德》。伊讲耶稣所教的26堂课。当学校要求伊开这个课的时候，伊去算，伊忽然着惊。反正哈佛是对神学院开始，但是为什么70年啊，这间学校禁止无搁再讲耶稣的话？这个神学院的教授甲我同款，伊会想讲，即卖时代的哈佛的大学生，因敢要搁听我讲耶稣咧讲啥？伊无拍算，等伊开这个课了后，真做一个真轰动的一个课程。因为这个时代真侪人，因回头认真的问伊家己讲：我何去何从？所以兄弟姊妹，禁止不是自由的敌人，禁止是帮咱能做你不能做的自由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所以我要简单解说，因为今仔日不是上课，我要甲恁鼓励。上帝若对你讲话有禁止，你爱欢喜，因为迄是上帝听你。第二，禁止是为着帮助咱的品格、情绪、心思意念。上帝要帮助咱的情绪、心思意念，真做一个受约束、有正确的次序。和谐，这是上帝常常运用的方法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圣经讲，恁受调是要爱互恁承接祝福，所以恁爱学习有所为有所不为。恁爱禁止，圣经讲禁止你的嘴，无用歹报歹，无用软骂做软骂。今仔圣经咧讲起，今仔这个时代真侪家庭，真侪人。因真容易伫情绪的中间，无采取适当的方法，所以就黑白骂、翁也骂、某也骂，两个人都互相用软骂对软骂。今仔圣经咧讲，伫恁的家庭的中间，伫恁的工作场所，伫恁的中间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禁止是为着要帮助咱。活出美好，成做一个清气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箴言也好，旧约也好，新约也好，拢有讲到上帝为着伊所听的人立定界限。老师傅，恁200个经文做恁的金句。箴言第8章22节到32节，伫迄个所在伊讲起，上帝用真理为着万物万事设定界限、根基。上帝用伊的话来设定做人的根本，做人应该有的态度，无论是伦理道德，无论是价值观念，无论是品格，上帝用伊无瑕疵、圣洁、真实的话来教伊的囝子。第二，伫提摩太后前书1章4节。伫这个所在讲，上帝伫真道的顶端
为着伊的教会，为着伊所听的囡仔，设立章程。每一个组织、每一个社团要设立进前，拢有设定一个章程有哦。章程这个字叫做 oikonomia， oiko 就是家庭 ，nomia 这个字就是法律。家有家法，国有国法，对不？信仰的团体有信仰的团体，所以圣经讲，上帝为着咱立定中庭，照着伊圣经的话，为着咱立定这中庭。所以这个中庭就是咱这个信仰的家庭，咱这个信仰的家庭，上帝神圣的命令胜于上帝伊所讲所有的命令、要求、禁止，对咱来讲，上帝所讲是，就是是；毋是，就是毋是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咱欢喜甲主讲，主我愿意。第二，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爱斟酌为你的生命做负责任，毋当做一个任性的小孩子。到60岁啊，到80岁啊，有当时还阁无定着，随意妄为，恣意妄为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上帝的话，亲像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。上帝的话照伫咱的心内。互咱知好去好从，嘛知选择心中的路，做心中的决定。这叫做智慧，这叫做聪明。智慧甲聪明拢是能力，做决定的能力，做选择的能力，伫自由的面前做主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无推翻上帝的话。拄则我甲咱做伙解说读上帝的话的时，有讲到以色列人随意妄为，喜爱妄心，无原则，无是非，上帝责备因。伫迄个中间，耶利米甲伊的兄弟姊妹讲：恁爱细字，因为恁咧解说上帝的话，拢乌白解说。你基本上你是假借上帝的话，但是恁讲的话拢甲上帝的本意无同款。牧师最大的挑战就是是讲是，毋是讲毋是。牧师也好，中职也好，基督徒也好，拢无权利通乌白讲上帝的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做基督徒，伫人前。伫人后，拢一致伫上帝面前，甲活过，脚正偏往上帝，咱拢同款，真实一致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不要恣意妄行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听到今仔日的圣经，咱甲上帝讨讲：上帝，我知影，但是有时我足调皮，我做袂来。天父，你帮助我，兄弟姊妹好唔好？咱伫主的面前，咱认真学习上帝的话，互上帝的话做伊的真理甲关键。咱甲上帝讲，上帝无论我有了解无了解，你的话我要遵守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以有所书保罗讲，恁做基督徒，咱做基督徒，你毋通亲像世俗人，毋通亲像世俗人。世俗人因为因无知，心里刚硬。兄弟姊妹，咱无看轻咱的朋友无，咱嘛无感觉讲我信基督教甲高尚，毋是安尼。咱信基督教甲其他宗教拢同款，拢是咧追求良善真理。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免得上帝收回，伊互咱迄个画面甲祝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开始，一直到咱愈老，咱的生命愈水。人的生命愈老，生命愈水，这是必然的应允。如果咱若真实行12个这条道路，
希伯来书第5章13、14节，伊讲：当一个人认真行十字架这条道路的时，伊就要认捌仁义的道理，伊就要长大成人，伊的心窍就要练达，伊的心就有判断好歹的能力。愿天父上帝将这段应允放伫恁的嘴，对今仔日开始所听兄弟姊妹，你愈到年老，你的孙、你的囡仔，愈爱静静坐伫你的身边。伊讲：我的爸爸、我的妈妈、我的阿公、我的阿嬷，因所讲的话，拢充满智慧，因的生命充满安静、稳定。我若坐伫因的身边，我就感觉真可靠，心头真安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你享受活命，愿咱成做咱囝儿的祝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最后，无需要用这段圣经今仔日所读的两段共一个信息的圣经，甲恁提出一个挑战。兄弟姊妹，为你家己的生命负责任。你若是丈夫，爱做互你的太太骄傲的丈夫；你若是负责人，你爱做一个互你的丈夫感觉讲，我一生最大的福气就是娶到我。互你的囡仔感觉讲，我的爸爸妈妈是我一生上大的祝福。所听的姊妹，这种的祈祷，上帝的确祝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成做一个为着咱家己的信仰负责任，为着咱的婚姻负责任，为着咱的功课负责任，为着你的工作负责任，为着你活咧伫上帝的面前来负责任。所以负责任就是有节制，照上帝的话有所为有所不为，离恶行善，离开歹行好。咱的嘴是咱一生中间上歹约束，咱的生命内底有两项足歹约束的物件，一项就是咱的嘴，一项就是咱的情绪啊。恁有同意无？我若咧受气的时吼，迄拢无人挡会牢。所以圣经讲，要我若发火吼，迄拢无人爱发。讲啊，上帝，我都亲像你啊，将迄个责任拢黑白讲。愿兄弟姊妹，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主求你帮助我，成做一个我的生命是一个平安、祥和，会当受约束的人，用箴言来做你的祈祷。所罗门讲：我所听的囝儿，恋爱细致，照顾你的心，会让一生所有的成果，拢是对你的心内开始，心想事成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做一个常常用上帝的话，甲我内心这个囡仔讲话的基督徒。大摆你若读到圣经有感动，你就圣经合起来进前，你甲家己讲，你爱听哦，今仔上帝的话甲你讲哦，将圣经的话读入心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安尼祈祷。主对今仔日开始你所开的门，我一定无甲关起来；你所关的门，我一定无黑白开。这叫做守门员。上帝用伊的话教咱，什么时阵行动，什么时阵安静，什么时阵向前，什么时阵回头。上帝有差遣，上帝嘛有禁止。上帝所开的门，咱唔通关；上帝所关的门，咱唔通开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来常常做好守门员的工作。外面遐个无好的欲望思想，主我门关起来。我绝对无要互外面遐个似是而非的歹话来影响我。但上帝，你若所拍开的门，
我要勇敢向前，因为伊充满愿望。兄弟姊妹，有这样的祈祷，叫做花手伫你的心头。你若拄着试探、引诱，你花手伫你的心头，你讲：上帝求你甲我的心关起来，互今仔日才来形形色色社会引诱，无搁再引诱我。主，你若差遣我去做上帝你所欢喜、怜悯、祝福人的工作，主求你拍开迄个祝福的门，带我到上需要上帝迄个所在，带我到有需要的地方。自古以来，上帝所使用的人，拢是为着上帝走天涯，为神走天涯，为着上帝差遣，离家背乡去做上帝伟大的计划。愿上帝甲咱三个弟弟今仔日个礼拜，互咱甲上帝约定，成做一个好的守门员。咱做伙来祈祷。所听的弟姊妹，我要邀请恁甲牧师做伙做一个祈祷。你花手伫你的心头，你求主耶稣保守你的心，主耶稣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。对今仔日开始，互我的心清气，求你甲我关迄个试探，即个世间引诱，迄个意念的门。今仔我进入你的内面，主求你保守我的心，互我的心正直、诚实、清气。也这，当你唱我你的心头的时，你甲主耶稣讲阿们。主，这是我心所求，互我心清气，互我心正直，互我心诚实，互我内心因为你的疼，对人有怜悯的心。你嘛通甲主祷讲，主求你安静我的心，互我听候你为我准备的计划。主，当你的计划甲差遣临到的时，主求你甲我拍开我的心门。啊，这你通伸出你的手，轻轻放伫你的大腿。你甲主祷讲。主，当你的计划、你的意向交代我的时，主要伸出双手来领受。主，你甲我拍开我的心门，互我敞开心胸，去拥抱上帝你所创造的世界。对我的家庭开始。主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求你互我敞开我爱的心胸，拥抱我的家人，拥抱我的同事，特别接纳那一个我觉得他很白目的人。主，求你将你的能力放伫我的手中。互我成做一个手拿锁匙，适当的一个关门守门员。主，你将这个锁匙，就是能力甲权柄，放伫我的手中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成做我生命好的守门员。主，我感谢你。主，阮同齐伫你的圣殿，安尼对你恳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这是咱三个来吟圣诗来应答上帝的听。圣诗484首 A 调。圣父上帝，若甲咱相同行，虽有烦恼死亡，咱免惊吓。全无为圣主做工无时停，进前着进前，请起立吟全首。圣父上帝，若甲咱相同行。虽有烦恼死亡，咱免惊吓。全无为圣主做工无时停，真正着真正。世上爱开力，外靠是空空，只靠全能成就无之运动。好大个好大行，真道无停，真正着真正。对敌的生命随时真强命，交战的凄惨斗日拢无停。咱靠成就朋友咱的得胜，真正着真正。阿门。请坐，这是请咱准备心来奉献。现在请坐，平安礼请陈牧师。兄弟姊妹，我要邀请咱来陪伴一个家庭做祈祷。咱中间今仔日有一个兄弟，甲伊的太太做伙伫咱中间吼，一个王兄弟，阁有一个苏慧姊妹吼，因的囡仔因为咧行船，
在公海失踪，因心内足烦恼，真艰苦心哦。所以，弟姊妹，我想你若是即个囡仔的爸爸妈妈，恁一定毋知流偌济目屎哦。兄弟姊妹，有真多时阵，咱无法度为即个家庭，还是讲为着类似的情景做啥物？哦，但是兄弟姊妹，咱莫绝望，咱相信祷告。牧师要邀请恁为因的爸爸妈妈祈祷，求上帝互因伫艰难的时刻，因会当得到安慰、甲陪伴，好无？咱做伙来为这个家庭祈祷。这个青年的名叫做王俊勋，俊勋，咱为着这个家庭祈祷。做伫人生中间，有时亲像行船伫风影中间。有时有极大的惊吓、伤害、死失，主求你怜悯，得为着因的囡仔跨入唔甘的爸爸妈妈，听阮的天父上帝求你陪伴因，阮实在嘛无法度为因做啥物，阮只有求天父上帝你。拥抱他们，特别互伊的俊勋的爸爸妈妈，伫上帝你的安慰中间，会当得到上帝你听的帮赞。主，阮甚至嘛毋知要安尼甲你祈祷，但是阮只有一句话，亲像囡仔的妈妈讲：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主啊，你听到人安尼流目屎，甲你讲，主啊，怜悯我的心。主，你的心敢无受摇动吗？愿你安慰的灵，真正的平安，放伫因的家庭。听阮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今仔日生即个人嘛，拢无伫咱中间吼，但是咱犹原要为着因来祈祷吼。今仔日有于婷有伫台北的文灿兄，有伫加拿大的苏娜吼，阁有伫台中的祥光吼，咱做伙伫美国的祥光，伫美国吼，咱做伙来，祥光是月龄的囡仔吼，伫美国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庄士德校长的孙啊。主伫每一摆，阮过生日的时，阮拢注意来到教会，伫你的圣殿内底祈祷。主，阮少年即礼拜生日的，阮的兄弟姊妹，求天父上帝你亲自将你的祝福放伫因生命的杯，祝福因伫过来一年，主你的杯填满伊的杯。互因福杯满溢，也恳求主你的圣神踮伫因的内面，互因做生命的守门员，伫上帝你的面前，为着你所享受因的生命负责任。求天父上帝听阮为因祝福的祈祷，互因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最近有人问我讲，牧师是安那？咱做礼拜是你开始要讲道，聚会就走落下骹。我爱甲恁报告，因为恁有人犹豫，毋敢问牧师发生了什么事吼。因为咱伫长子会，大家有参详讲，咱的教会对旧年开始，咱都有做直播。聚会伫顶管做直播的时，这镜头一照，有那些聚会会很觉得很尴尬。他们也想跟你们一样。能够安静的坐下来听讲道，所以阮就做一个改变，伫牧师讲道的时，大家就安静伫下面安尼，安尼甲咱做说明。求天父上帝祝福咱的礼拜，因为真侪人，毋是真侪人，有一寡人因伫空中咧参与咱的礼拜，
迄是足神圣的，特别是一个叫做占达兄弟，伊即摆伫安养院，也袂当讲话，也袂当叮当，但是每一摆，伊的太太秀英姊妹，若将迄个礼拜的直播的声音互伊听，伊逐摆都流目屎，兄弟姊妹，咱会当健康伫遮做伙做礼拜是幸福的，但是圆圆的礼拜会到天边海角，咱所念的圣诗，所念的诗歌，所以有人伫一个月前甲牧师回应讲，台语的圣诗足好听，上帝祝福咱的教会传福音的诗歌，所以上帝祝福咱做伙组织，互这间教会充满有画面的教会。咱来请师会报告。这是我来报告，请大家做伙看周报。顶周聚会主日礼拜出席82人，现金7170块；主日学出席8人，现金180块；早祷会出席4人，拜三祈祷会出席18人，拜五的家庭礼拜暂停。本周聚会拜三祈祷会伫礼拜堂，拜五家庭礼拜暂停。拜六青少年团契7点半台教育馆，查经班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的2楼。圣港服侍下礼拜聚会请陈美秀姊妹，领诗请林玉长姊妹，司琴请陈慧安姊妹，司献请张宏林执事甲我本人。招待第一组爱餐咱暂停。新简讲的读经表，请咱照这顺序来领收。具体交通：第一，3月17主日有圣餐，请兄弟有备心，共领圣餐。会后有3月份的中级会，请中级出席。第二，3月28开始受难周，请大家敬虔有备心，纪念耶稣十字架大疼甲救赎。第三，3月17礼拜后有妇女团契的聚会，内容是2021年妇女团契读册会说明甲香膏的 DIY。因为要准备餐点甲材料，请伫2月28进前甲会长郭一玲报名。第四，3月20二林区妇女组举办灵修旅游活动，按算要探访故宫、密道一日游，费用是1500块。请有意思要参加的人，在3月17进前会长郭一玲报名，搁纳钱。第五，疫情期间要确保咱的健康，请大家做好自我的保护，出席礼拜甲聚会，请挂喙罨。第六，咱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，洪玉婷、彭文灿、陈淑娜甲庄祥光，请为着以上的人来祈祷。奉献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若有错误，请过界人员来更正。代祷事项：第一，为着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的感染期来代祷；第二，为着身心欠安的单数、张婷、詹庆锦、庄严、詹达、詹显碧、吴彩云、洪玉基、庄仁举、刘克良、洪在京、洪占素莲、王俊勋，请为着以上的人来代祷。第三，为着教会青少年的心灵甲课业来代祷。新高中的乔恩、千亿甲韦忠，请为着以上的人代祷。第四，为着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代祷。第五，为着姊妹教会来代祷，福林教会、集聚教会以及德克达教会，请为着以上的代志来代祷。这是咱来吟上英圣诗511首。吟诗煞，请曾牧师祝祷。请起立。
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神的感动，相同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伫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大家请坐，默祷闭会。